泰做慈善会小志刚用心整理事务的排名，用上欢喜的心情来迎接慈善会事务银行的开幕。泰做慈善会自110年成立以来，一直努力不断进行各方面慈善关怀，用心付出社会公益，不遗余力。这次更加社会局合作，共同开办事务银行，为安南区的弱势家庭提供协助，并结合各侪善心善意，展开善的循环。我们开立食物银行的重要是多元化，而且可以分享到有一些独居有一些糖尿病、洗肾的家庭，他可以得到这一些的照顾。我们可以创造全台湾可以分发食物，可以照顾到全台湾的一些弱势族群。我们希望可以跟各界的平台可以合作，也可以跟各位的政府机关合作，协助儿少，协助这些弱势的家庭，可以帮助更多的这一些族群。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合作，善的循环与支持，我们也可以教育下一代行善积德。泰做慈善会事务银行开幕一天，市长委托民政局长江林煌、立委林俊宪、议员陈怡晶、黄丽娇、李中庆、沈振东也拢到场致意，感谢泰做慈善会对着社会公益付出甲坚持。过去看很多慈善团体比如说狮子会啦，这个福人社啊，他们很多都是这个社会上成功人士很多人这个已经到了中年，要做一些行善积德的好事情，这我们都非常非常感谢。但是看到泰主慈善会，拢是咱一寡少年家真正有爱心的，这种用行动来展现我们对于社会的回馈、社会公益的坚持。这个特别的感谢社会局表示，台南市事务爱心银行截至目前，全市据点已经遍布全市37个行政区，每个月依据受助民众申请资格，提供实测性的物资。随着事务爱心银行服务量能提升，会当照顾到更多弱势家户，也欢迎各界善心人士共享盛举，携手送爱到台南市各间事务爱心银行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